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咧，其實個重點或者個關聯詞係深化。深化本身係個動詞嚟嘅，係你要工作、你要合作、你要在地落實，先至會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啦。23年之後咧，我哋就喺全球亦都唔同嘅項目點咧，即係原本做眼科嘅，我哋開始兼做咧一啲蟲媒病嘅項目嘅。我哋喺東帝汶鋪開咗呢個項目之後咧，係不但止冇升，仲要比平時係減咗10%嘅。無論係技術嘅雜誌，即係全球出名嘅《柳葉刀》雜誌，加上佢哋國家政府甚至世界衛生組織咧，都表揚咗呢個項目嘅成果。後期老撾，我哋嘅眼科項目國咧，我哋都做咗另外一個登記嘅項目，就同佢哋嘅中老鐵路咧，就係成條鐵路咧，就擺咗1000眼蚊燈。咁而我哋亦都發覺咧，個效果亦都好明顯，亦都得到咧聯合國嘅認同，就喺聯合國嘅減災滅災大會度咧，會以成功全球案例嘅標準咧，會去講嘅。如果我哋項目國已經有項目嘅地方咧，我哋可以兼做登革熱防控工作咧，我哋係會全面鋪開做相關嘅工作。其實呢一年我哋都知道咧，世衛因為好多嘅改組啦、資金嘅問題啦，佢哋遇到好多困難。呢啲困難包括佢好多服務承諾，話幫當地培訓人員啊，或者有啲項目咧，佢哋要腰斬啊，因為真係冇咁嘅資金。我哋喺嗰啲國家，義工隊又喺度啦，醫療隊啊嗰啲亦都唔介意多做嘅，咁所以我哋就越嚟越嘅參與度會高咗啦。喺呢個基礎上咧，我相信未來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嘅機遇會有好多，咁亦都係俾咗一個空間俾中國嘅年輕人咧去參與。